大家早安，我是曾明德医师。在这个宁静的早晨，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私人的问题：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？早上刚睁开眼睛，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想看时间，却发现屏幕上的字像晕开墨水一样，模模糊糊看不清楚。或者，当你走进厨房，手刚伸向盐罐，整个人突然定格了，心里一阵慌乱。咦，我走进来是要做什么？很多人告诉我，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受。这不是关于生病，而是一种失去掌控的无力感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一些微小却值得警惕的信号。这里有3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迹象，请你对照一下。第一，眼睛特别容易累，看报纸或电视不到10分钟，眼眶就开始发酸、前涩，甚至忍不住想流泪。第二，总是忘记刚发生的小事，转身就忘，那种大脑突然当机的频率越来越高。第三，也是最让人困扰的，就是早上起床后，感觉头重脚重，像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浓雾，怎么睡都睡不饱。如果这些情况你都有，请不要感到羞愧，也不要害怕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运转了几十年后，零件自然的磨损。但是，这并不代表我们只能接受现状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贴心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专注观看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。如果您觉得没什么感觉，请打上数字0。请务必耐心听我把这支影片讲完，这非常重要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分享的3种种子，虽然对身体极好，但如果你只听了一半，用错了方法，这些好东西反而会变成让老人家胃胀气、消化不良的元凶，甚至让你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放弃尝试。我今天坐在这里，不是要承诺什么返老孩童的奇迹。身为一名医生，我最真实的愿望很简单，我希望大家每天早上醒来时，身体是舒服的，眼睛不再那么前涩，头脑不再那么昏沉。我希望你们在去市场买菜、读报纸，或者跟孙子孙女聊天时，能找回那份自信与清晰。其实，我们的眼睛和大脑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，他们吃的是同一种营养，那就是优质的血液和优质的油脂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血管就像城市的马路，血液就像路上跑的车子。如果马路塞车了，血管硬化，或者车子没油了，营养不足，那么我们的摄像头、眼睛和总控制中心、大脑反应自然就会变慢。接下来我会详细介绍这3种神奇的种子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吃，吃多少，以及最关键的该怎么吃，才能让我们老年人的肠胃也能轻松吸收，不再感到负担。在我的门诊里，我发现一个非常普遍却又让人心疼的现象。很多长辈朋友们非常注重养生，他们在电视上或广播里听到某样食物对身体好，第2天就会去买一大包回来，然后每一餐都盼命吃。但是，亲爱的老朋友们，这往往是问题的开始。老年人的身体结构与年轻人完全不同。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像是一部用了几十年的老旧引擎，它经不起突然的猛踩油门。关于吃种子，我有3个最常见的错误要提醒大家。第一，贪多，听说种子好，就一次吃一大碗。结果种子在肚子里吸水膨胀，导致严重的胀气，整天肚子都鼓鼓的，非常难受。第二，前吃，在肚子空空、水分不足的情况下，直接吞服前造的种子，这就像是往前河的土地上倒水泥，只会让肠胃更加堵塞。第三，囫囵吞枣，牙口不好的长辈往往没有嚼碎就吞下去，种子都有坚硬的外壳，如果不咬碎，它们怎么进去就会怎么出来，身体完全吸收不到营养，
等于白吃。其实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来说，养生不需要吃得多，只需要吃得准，而且要配合身体的节奏。为了帮助大家记忆，我总结了一个简单的321黄金法则，这非常容易执行。所谓的3，就是不要贪心。虽然我今天会介绍3种种子，但建议大家每天早上只选择其中1到2种来搭配，不要试图一次把所有好东西都塞进肚子里。所谓的2，是指在吃这些种子之前，请务必先喝2到3口温热的水，这就像是给汽车引擎预热一样，先让我们的食道和胃壁湿润温暖起来，准备好迎接食物。所谓的1，是指分量，我们从最小的单位开始，每天只从1小茶匙，或者根据种子大小调整为1汤匙开始，然后观察身体的反应，慢慢增加。请试着想象一下，我们早晨刚醒来的胃，就像是一个刚点火的锅子。如果你直接导入大量冰冷、前燥的食材，这个锅子很容易就烧焦或者运转不顺。但如果我们先加一点点温水，再慢慢放入食材，一切就会变得顺滑、流畅。在接下来的内容里，我会分别介绍这3种种子，它们各司其职。第一种是为了给眼睛和大脑补充好油，第二种是为了帮助身体平息那些看不见的无名火，第3种则是为了补充神经系统最需要的矿物质。每一种都有它的脾气，我们得顺着它的脾气吃。现在，让我们从第一种，也是最温和、最适合入门的种子开始说起吧。为什么是它呢？让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。我们的眼睛和脑袋虽然功能不同，但它们对营养的需求却惊人的相似。我们的视网膜，也就是眼睛里负责接收画面的那层膜，以及我们大脑里负责传递讯号的那些电线，它们的主要成分其实都是脂肪，当然是那种好的脂肪。奇亚籽就是这种优质脂肪的天然宝库，它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。你可以把这种好油想象成是身体的防锈油，就像一颗切开的苹果，放在空气中，久了会变黄、变黑，这叫做氧化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身体内部也在发生类似的氧化，这就是为什么眼睛会花、脑子会慢的原因。奇亚籽里的优质油脂能帮助我们减缓这个像苹果变黑一样的过程，让眼睛的感光膜保持弹性，让大脑的讯号传输线保持畅通。但是重点来了，这也是我最担心大家做错的地方。奇亚籽虽好，但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，吃法决定了它是补药还是负担。很多年轻人流行把奇亚籽直接撒在沙拉上前吃，这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大忌。奇亚籽有极强的吸水性，它能吸收自身重量10几倍的水分。如果你前吃进去，它就会在你肚子里抢夺你肠胃的水分，导致严重的便秘和堵塞感。所以，请记住这个关键步骤：先泡后吃。最好的做法是在前一天晚上或者早上起床洗漱前，先舀1小匙奇亚籽，放入半杯温水、温豆浆或者燕麦奶中，让它静静地浸泡至少10到15分钟。你会发现，原本前硬的小种子周围会长出一层透明的、滑滑的果冻状物质。这层胶质不仅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，还能让种子更容易通过肠道。对于刚开始尝试的长辈，我的建议是，第1周每天只需1小茶匙，茶匙不是汤匙哦。如果连续吃了3到5天，你的肚子感觉很舒服，排便也很顺畅，那么你可以慢慢增加到1大匙。如果你平时容易便秘，泡开的奇亚籽会是你的好朋友，但前提是你那天必须喝足够的水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适合台湾长辈的早餐搭配：煮1碗热腾腾的燕麦片，或者是1碗清淡的白粥。当粥煮好稍微放温后，把你已经泡开
变成胶状的奇亚籽，倒进去搅拌均匀。这样吃既温暖又好消化，完全不会给牙齿带来负担。请记住这句话，不要试图在第一天就变得很健康。我们的身体陪伴我们几十年，老了，累了，它需要的是被温柔的对待，而不是强迫性的进补。慢慢来，比较快。简单总结一下奇亚籽的作用，它就像是给身体这台车加了最高级的润滑油，路面、血管滑顺了，车子、血液跑得顺，我们的眼睛和脑袋自然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。接下来我要讲第二种种子，这是我非常重视的一种食材，但在介绍它之前，我想先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位住在桃园的病患，叫林秀芬阿姨，今年71岁了。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焦虑。她跟我说：“曾医师，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老了，快要变成废人了。”我问她怎么了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半年来，她觉得眼睛总是热热的、刺刺的，像里面进了沙子一样，想揉又揉不出来。看电视不到5分钟，眼泪就流下来，而且他的脑袋变得很钝。孙子跟他说话，他要反应好几秒才能回话，甚至转身就忘记孙子的名字。他最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酸的话：我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。我给秀芬阿姨做了一些检查，发现她除了年纪大之外，身体里其实有一种我们常说的慢性发炎。各位老朋友，什么是慢性发炎？我们不要用那些难懂的医学名词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家里住了火，那是急性发炎，你会发烧，会痛。但慢性发炎就像是家里没有明火，却到触迷，漫着淡淡的烟雾。这种烟雾不会马上烧毁房子，但长年累月下来，会让家里变得闷热，令人窒息，让住在里面的人，我们的器官感到极度不舒服。这种体内的无明火会让眼睛前色发炎，会让大脑神经运转迟钝。而我要介绍的第二种种子，亚麻籽 Flax Seeds， 就是专门来帮我们排烟、帮身体降温的好帮手。亚麻籽含有非常特殊的木酚素和油脂，它们像是一股清凉的泉水，能安抚身体里那些躁动不安的发炎因子。我当时并没有给秀芬阿姨开一大堆药，我只是建议她调整早餐并加入亚麻籽。但是亚麻籽的吃法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关键，大家注意听，亚麻籽必须磨碎了吃。亚麻籽的外壳非常坚硬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硬。如果整颗直接吃，我们的胃酸是无法消化它的。你吃进去是什么样子，排出来就是什么样子，身体连一点营养都没拿到。所以我教秀芬阿姨的方法是，买那种已经熟化的亚麻籽粉，或者买整颗回来自己用研磨机打成粉。每天早上在她的芝麻糊或者燕麦粥里拌入1小茶匙的亚麻籽粉。对于我们长辈来说，粉末状是最安全、最好吸收的形式，它不需要牙齿费力咀嚼，也不会刮伤食道。不过，这里有一个安全提醒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、通血管的药，或者近期准备做手术，请先咨询您的主治医师。虽然是食物，但因为它效果好，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，这才是对身体负责。大概过了2个星期，秀芬阿姨回诊了。她走进来的时候，脚步明显轻快了许多。她告诉我，曾医师，虽然还没有完全好，但我早上起来，眼睛不再像被火烧一样痛了，脑袋那种沉沉的感觉也轻了很多。她没有痊愈，毕竟老化是不可逆的，但她觉得舒服多了，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亚麻籽就像是安装在身体里的强力抽风机，当我们把体内那些导致发炎的烟雾排出去，防止通风了，我们呼吸自然就顺畅了，眼睛和头脑也就能恢复清爽。记住，对于亚麻籽磨成粉，
拌在粥里，这才是最适合我们台湾长辈的吃法。讲完了前面2种，我们来谈谈最后一种，也是大家在过年过节常常见到，却最容易低估的宝贝南瓜子 pumpkin seeds。 很多长辈朋友跟我说，医生，我很注重健康，我每天都吃很多青菜啊，吃青菜当然好，但是很多老年人的身体里缺的不是纤维，而是矿物质。如果说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遍布全身的电线，那么矿物质，比如镁和锌，就是包裹在电线外面的那层绝缘塑胶皮，以及电线里流动的电流。如果缺乏这些矿物质，我们的神经就会漏电。具体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会觉得手脚容易莫名的微微颤抖，晚上睡觉总是睡不踏实，一点声音就醒，或者是白天总是觉得心慌，容易烦躁，头脑像生锈了一样转不动。这往往就是神经系统缺乏燃料的表现。南瓜子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微型矿物质仓库。我不想列举太多复杂的化学元素让大家头晕，我们只需要记住它对老年人的3个最直接的好处。第一，它能帮神经充电。南瓜子里丰富的镁能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，就像给劳累了一天的肌肉做了一次按摩，让你晚上睡得更好，白天精神更足。第二，就像给血管这条马路铺上了平整的柏油，让血液这辆车跑起来，不颠簸，不费力。第三，它能缓解眼睛的疲劳，因为眼睛的聚焦和运动需要依靠大量的微小肌肉和神经控制。矿物质充足了，眼睛自然就不容易酸。但是南瓜子虽好，对于我们长辈来说，吃法上有讲究。我不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外面卖的炒得很咸，加了很多香料的南瓜子，那些过多的盐分和添加剂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，反而抵消了它的好处。最适合我们的吃法是选择原味低温烘焙的南瓜子，而且考虑到很多长辈牙齿可能已经松动或者带着假牙，咬硬物不方便，我建议可以用以下2种方式。一是用家里的研磨钵，把南瓜子稍微捣碎一点，捣成粗颗粒状，这样既保留了咀嚼的口感，又不会给牙齿造成负担。二是如果你牙口还不错，记得一定要慢嚼，在嘴里多嚼几下，直到它变成糊状再吞下去。这不仅是为了好消化，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能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。关于分量，南瓜子不需要吃多，每天1小把，或者大约1瓶汤匙就足够了。我推荐一个很棒的早餐组合，如果你早上习惯喝优格或者吃燕麦粥，把那1小把捣碎的南瓜子撒在上面。南瓜子自带一种淡淡的坚果香气，会让清淡的早餐变得非常有食欲。还有一个小撇步，如果你觉得早上胃口不好，也可以把这1小把南瓜子放在2餐之间当点心吃，但请记住，下午4点以后尽量少吃，以免晚上消化系统还在工作，影响睡眠。我想跟所有的长辈朋友说一句心里话，我们吃这些东西是为了让身体舒服，是为了健康，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受罪。如果你在尝试的过程中觉得某种吃法让你咬得牙齿痛，或者吞咽困难，请立刻停下来，调整方法，或者减少分量，千万不要责怪自己，怎么连个种子都吃不了。我们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，它会告诉你什么是最舒服的节奏。南瓜子就像是我们给身体铺路的优质碎石，路基打得稳，车子、血液跑得顺，我们的眼睛和头脑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安稳。影片看到这里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，但是很多健康影片只告诉你吃什么，却很少人详细告诉你怎么吃才不会出问题。
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细节决定成败。为了确保大家能安全、有效地享受这3种种子的好处，我为大家整理了长辈专属的7大原则。这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，请大家务必记在心里，或者拿纸笔记下来。原则1：起步要慢，循序渐进，不要明天一早就立刻吃满一大碗。无论是哪种种子，都请从少量开始，给身体3到5天的适应期，让你的肠道细菌慢慢认识这些新朋友。原则2：优先选择软食处理。这是我反复强调的，奇亚籽一定要泡，亚麻籽一定要磨，南瓜籽最好要碎。我们的牙齿和胃都不比年轻时了，把食物处理得越细致，身体就越感激你。原则3：温水开路。在吃任何种子之前，先喝几口温水，这是一个简单却极其有效的护胃动作。原则4：不要第一天就3种全加，这是一个常见的陷阱。建议不要在第一天就把奇亚籽、亚麻籽、南瓜籽全部混在一起吃。如果你的肠胃不适应，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造成的。最好是一个一个慢慢加进你的食谱里。原则5：不要空腹直冲。如果你的胃比较敏感，建议先吃几口稀饭、燕麦或喝半杯豆浆垫底，然后再吃伴有种子的食物。不要让种子成为进入空胃的第一样东西。原则6：药物与食物的平衡。如果你有长期服用慢性病药物，请保持一个规律的饮食习惯。身体喜欢稳定，不喜欢忽快忽慢。如果你不确定某种种子是否会影响药效，带着它去问你的医生，这是最保险的做法。原则7：学会观察。3个信号。怎么知道这些种子适不适合你？请观察3个指标：眼睛是不是比较舒服？肚子是不是没有胀气？晚上的睡眠有没有受到影响？如果这3个答案都是正面的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找对了方法。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执行，我设计了一个7天入门计划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第1到3天，我们只专注于奇亚籽，每天1茶匙，记得泡软了再吃，观察排便是否顺畅。第4到5天，如果肚子感觉不错，我们可以加入亚麻籽粉，也是1茶匙，这时候你会摄取到双倍的好油。第6到7天，最后试图加入1小把捣碎的南瓜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出现任何胀气、打嗝或者不舒服，请立刻减量1半，或者暂停1、2天。这不是比赛，没有人会因为你吃得慢而责怪你。好的迹象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发现早上起床，眼睛不再那么前色难张，读报纸的时间能多坚持几分钟，或者感觉头脑不再像塞满棉花一样昏沉，思路清晰了一点，甚至是上厕所变得比以前轻松了，这些都是身体在告诉你，谢谢你，这个方向是对的。我们要记住，老年的健康养生，追求的不是完美的数据，而是每一天都比昨天进步一点点，舒服一点点。讲了这么多，我想最后跟各位聊几句心里话。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我们求的其实已经不是什么长生不老，也不是要像年轻人那样跑得快、跳得高。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，其实是一份不恐惧的安稳。我们不想恐惧视力模糊，看不清心爱孙子的脸庞。我们不想恐惧记忆消退，出门却忘了回家的路。我们不想恐惧成为孩子的累赘。我们想要的，只是能够耳聪目明、头脑清醒地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这3种小小的种子，奇亚籽，它是润滑的油，滋养我们的眼睛和大脑；亚麻籽，它是清凉的风，吹散体内的燥热与发炎；南瓜籽，它是坚固的基石，给我们的神经系统提供满满的能量。它们不是什么昂贵的仙丹，但它们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明天早上，当你走进厨房准备早餐的时候，请试住
从那一小汤匙开始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就像照顾一盆老花一样，细心的、慢慢的浇灌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或者让你对照顾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想法，请不要吝啬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同样上了年纪的老朋友，或者是你的家人。因为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饮食改变，真的可以改变整个晚年的生活品质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把身体照顾好，不为了向谁证明什么，只为了让未来的每一天都能过得更轻松、更自在、更有尊严。我是曾明德医师，我们下次见，祝大家眼明心亮，健康平安。